这个社宅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是要获取这个基地最大的好处。它面东面西开阔，所以我们面东面西总共有12个空中花园。空中花园它是没有建筑容积的，所以才能够通透。整合之后，我们多了空中开放空间，总户数没有少，因为是我们做整体的容积调派。这个空中花园走在每一层的走廊，都会有光线流进来，所以这是一个不折不扣舒适的阳光宅。空间完成之后，大家是在这里除了居住之外，有沟通，这个就是社会住宅一个很重要的命题之一，而不是全部挤压在一栋建筑物，除了居住没有其他功能。所以你可以看到2楼4个吧台亭，以及2楼的洗衣空间、公设空间。这个地方的公设是毫不吝啬的发放给所有居住的人，而且包含路过的市民。所以你可以看到1楼的中庭贯穿了在西边的台南公园、东边的成大力行校区，以及未来铁路地下化以后的遗址公园。所以我们把地面的开放空间还给大家，所以除了居住的居民之外，路过的市民也可以共享。宜居小东呢，这次招租有376户，那其中有分3个房型，一房型有221户，那2房型有122户，3房型有33户。那我们目前受理的期间呢，总共有3150件的一个受理申请。那我们预计是在3月份的时候，会在做这个线上直播的抽签。目前入住预期是6月1号开始做起租入住。1楼的部分，咱还有迄个幼儿园，还有公托，还有日照中心，这个部分让未来对咱这个环境有提升真好的品质啦，大家拢认为讲伊的租金较贵啦，其实咱是以这个市价的4折到8折，你当然袂当去加林地较比啊，且是精华区像这个部分有这个差别，嘛，互居民知影咱遮的迄个品质这个地点做好，面对公园，佮有车站，未来佮伫咱的高铁地下化遮的公园这个服务设施边佮有城台所以遮会当帮咱的居民提供上好的服务。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这个地方地点非常好，就在小东地下道上来，所以这个地方可以说交通四通八达，是缝合都市的第一线。那也是在台南公园的正对面，距离车站近，距离成大以及成大医院以及这个公园都非常方便。那这个地方是首屈一指的社宅。台南的社宅政策，事实上从赖清德总统担任市长的时候开始规划，我们现在开始一户一户的完成，现在是收成期。那配合中央的安居，台南的市政府的宜居，能够共同打造我们非常好的一个居住正义的一个社宅政策，还有加上包租代管，还有加上租金补贴，这些能够大幅降低民众的负担，能够让民众这个有更好的一个居住品质。总之，今天的宜居小东是最棒的社宅之一。好，那我们希望大家一起来期待。你好，是顾家，欢迎收看3月19日中嘉台南电新闻。
立法院财政委员会由立委赖慧元邀集中央甲地方相关单位甲后壁区会勘，针对丹纳斯风台造成历史建筑的后壁火车站受损修复，以及各种的财损、农地复建甲地方调开座谈，会中并顺利争取超过2000万的经费。立法院财政委员会上午伫个立委赖慧元的邀集，包括主计总处、文化部文化资产局以及国营代替公司、农田水利署、甲着农粮署等中央的部会，南下考察台南地方建设的有算执行情形。第一站来到具有文化资产价值的后壁车站，虽然针对进前丹纳斯风台造成的站体厝遐、排水管甲着天棚已经修复，不过对着后续的木架构的补强。以及白下周期的构建，甲着墙体的修复，因为牵涉着历史建筑，立委希望先确认修复的范围，甲着工程的有算需求。这个调查从去年的7月开始，一直现地的一个勘察，还有工程的一个规划，到今年3月13号已经进入预算还有采购的程序。那我们预计就是在115年的4月30号，那个就是采购公告，然后相关设计跟建造的技术服务概念书，我们大概争取到988万中央的一个经费，988万中央的经费。该案经过前期的调查、现地勘查到工程的规划，目前代替公司已经由南区营运处筹措相关的经费大约988万，希望会用在4月底完成采购的公告。因为这是一个古迹车站，古迹车站我们想要维护的呢，因为古迹车站是我们铁路公司的宝啦，因为我们已经100多年的历史，其实我们车站能够留下来的，我们都会尽量跟地方来讨论，尽量的能够来做原貌保留这件事情是最好的。在今年度的部分，我们预算已经准备好了，所以我们会在4月份的时候，我们就要上网来做这个采购。那我们的程序大概我们目标希望能够在7月份的时候呢，能够把设计案决标，把厂商找进来。好，那这边的话，我们大概就会在年底年底之前会完成一个基设的动作。好，那基设的动作的时候，刚刚我们会前也跟市政府有拜托啦，到时候我们有基设的部分，我们会做一些讨论的时候，那可能我们如果为了要缩短时间，可能我们跟市政府来通知一起来讨论，来缩短一些审查跟修正的时间。所以这边我们会主动来邀请，这个没问题。这也跟委员报告，这个我们的合作都没有问题。那再来的话，关键就会在明年因为我们细测完成审查之后，大概重点会来做一个文资审查的工作。那这边的话，市政府也是有答应我们说，这个部分到时候收到之后一定会优先来办理。所以在这边跟委员报告，跟各位乡亲报告我们的目标都会在只要文资审查完成之后呢，我们的预算大概在3个月内就会开始来做主体工程的修复的招标。虽然该案目前经过市府文资处的同意备查，不过立委赖慧元嘛希望相关的单位要加速文资的审查，甲设计的程序，避免工程卡伫个行政的流程。接续一行人嘛转往后壁区视察财损、农地复建情形，以及着农水路的工程，希望会用协助农民早日恢复稳定的灌溉，甲着正常的耕作。台南新闻李永根采访报道。根据台南市政府发展处的统计，114年度台南市不动产买卖消费争议当中，包括建材设备无符合、甲时间有缺陷等纠纷所占的比例上济，所以台南市建筑师工会徛伫专业的把关，为加强建筑安全甲保障消费者立场，17号正式宣布成立验厝服务中心，嘛成为南部地区第一个以工会名义所成立的验厝服务。工会强调，伊毋是要甲其他业者竞争，而是爱制度化甲专业的整合，提供民众有公信力的检验服务。台南市建筑师工会为了保障民众开大钱买厝，伫交厝进前的检验，结果却是加工加损，根本无证照的作业。虽然特别传出会当检查塘边有漏水风险的热现象仪，
以及精准切尿墙面尿条的水平徛直，以及检测测印等专业工具一堆，替民众抓出问题。工会有这个东西，只要你东西一放上去之后，你的墙面如果不准的时候，马上就出现了，因为它是一个垂直跟水平非常精准的一个仪器哈，而且非常有效哈。那1、2、3。建筑师工会赞不赞？赞。台南市建筑师工会理事长杜国昌伫李干事陪同共同宣布验厝服务中心成立，除了成为南部第一个以工会名义所成立的验厝服务。理事长嘛强调，绝对不是要甲民间业者竞争，而是透过制度化甲专业的整合，提供有公信力的检验服务。针对这个鉴定，我们有完全这个明确的这个 SOP， 那包括这个法院的鉴定报告，我们包括连经费都要核算出来，交给法院那边去做判决的事情。好，所以这个非常多了，包括老屋的，包括新屋的都有。啊，那包括材料选择错误的，或是房子盖到一半倒塌的，或是在过程中有损坏的，都是在我们的这个鉴定的范围之内。另外，针对内政部去年底预告设来征收定型化契约草案，外界对着台南市审查制度出现质疑，除了烦恼处理的量不够，甚至传出审查费用高达100万。对此，受干务局委托审查查验的台南市建筑师工会嘛出面澄清。工会的所有的这个审查费用都已经在工会的网站都有。以一个30坪，就是100平方公尺以内的一个室内装修的话，大概审查图审跟这个竣工审查差不多是2万2左右。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合理，不是动辄100万啦。哦，这是不太正确的。台南市建筑师工会除了服务在地，面对台湾、日本的抵挡，建物有啥物会倒？结构安全的规划设计，定需要面对论性的讲法加骗人的态度。3月2日，嘛将伫城大规划一场国际论坛。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台湾第一位老美的博士林茂生是228受难者，3月11号是伊的受难日。因为一生拢奉献予教育，所以民间团体甲这位议员做伙向市府提议，将3月11号定做台南市的台湾教师节，希望予更较侪人认识台湾的教育历史一个重要的人物。议员李启伟、蔡小薇、朱正轩、李宗麟、余柱清18日伫议会召开记者会。提市府将台湾第一位老美的博士林茂生受难日3月11号定为台南市的台湾教师节，希望让更侪国人清楚了解台湾的历史。林茂生算阮咱台湾人第一个这留美摕到安尼德学的一个博士佮加上伊倒来台湾咧服务的时阵拢长久伫个咱台湾的教育界即阮真济安尼受发伤佮真济安尼推动安尼教育理念的一个方面即真正拢真受到咱台湾人的一个敬重佮尊敬。过去嘛经历过228事件来牺牲，那当然朱教授嘛有交代小薇阮伫咱即马现主时看的迄个监理站的立体停车场。未来咱嘛会甲即个林森路的图书馆来改做林茂生图书馆，来做即个纪念以外，除了是纪念伊即个人，嘛纪念即个精神。其实真侪台湾人到即马嘛拢毋知，比如讲唐德章律师、唐德忠律师，伊的即个故事嘛是即几年来大家开始讨论以后，普遍呢变做咱台湾人共同知影的一件代志。咱林茂生博士即个。伊受到的即寡迫害，也是讲伊过去对着咱台湾教育的贡献，嘛是爱透过咱即个台湾教师节来成立。安尼以后呢，咱相关的一寡政府的部门爱来做一寡推广，互即个代志咱互更较侪台湾人知影。除了咱的民间团体不断的咧推广遮个故事、台湾的故事以外，咱会当透过咱311台湾教师节安尼的日子的建立，来互咱台湾的社会是。咱台南的社会先记住即段日子，还佫即个人物的故事，
刷来了后，咱将咱台湾遮个本土的故事不断的推送出来了后，才有可能将咱过去的遮个即个中国意识慢慢甲转变成咱台湾主体性的即个建立啦。一生拢是重视教育，伫中营、中学教育，伫咱新台马街呢，伊嘛是咱成功大学拄开始的时阵，咱1931年成立的时阵，拄开始拢是日本教授，伊是第一个台湾人的教授啦，伊伫成大嘛教足久的，伊博士论嘛，即摆嘛收藏伫咱成大博物馆的，所以伊会使讲对台南，也是讲对台湾，拢有非常大的贡献。为咱台南市开始，我相信这是真好、真有纪念性、真值得咱肯定的一件代志。咱311来定做台南市的即个台湾教师节。教育局表示，对着议员的建议，后续将依规定函请民政局转呈内政部研究处理。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另外，有校棒几乎签合的贾国成，因为积极为金融校棒队募款，和选手有法度进军美国，摕下世界冠军，嘛开始台湾棒球的黄金年代。对此，台北市体育局甲贾国成棒球文教基金会伫去年签署 MOU， 并开1500万，专门提升青年公园的棒球场设施，并且伫3月13号正式号名做青年公园贾国成棒球场，做回来了解。请揭牌，青年公园谢国成纪念棒球场正式启用。在台北市长蒋万安、谢国成棒球文教基金会董事长谢南强共同揭牌下，台北市青年公园棒球场正式冠名为青年公园谢国成纪念棒球场。谢国成长子现年91岁的谢南强说，好几年前就想以父之名冠名球场，现在心愿终于实现。他也宣布，未来谢国成杯少棒赛将在这座球场永续举办。今后谢国成杯的比赛就永续在这里举办，比如说，今年的谢国成杯锦标赛就在几天以后，3月21号就在这里开幕举办，也希望我们有机会邀请亚太的锦标赛来这里举办。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球场的全面整修与升级，包括全垒打墙更新、场馆优化，以及球员休息室与贵宾休息室升级等，希望让小选手能在更安全舒适的环境下享受棒球的乐趣。另外，球场入口也设置谢国成先生传记故事墙，透过图文记录其推动少棒运动的历史与精神。最主要特别感谢我们谢国强棒球基金会。对于这一次我们整个场地整理投入的各项经费赞助，所以包括我们看到全垒打墙的全面更新，还有包括座位席全面的整修，以及场馆全面系统的优化，包括了球员休息室以及 VIP 室，所以整体的规格再次提升。那我想最重要，棒球的发展必须要有源头的活水及基层的扎根。除了日前我们协助东园国小添购交通车，以及包括打造全国第一座室内打击练习场，我们是希望让小选手们能够在一个舒适、安全，而且符合科学的训练场地，能够不断的精进他们的技术。那当然，今天更重要的揭牌仪式，也要让我们记得台湾的棒球之父谢国成先生，在过去长期用尽毕生的力量，对于台湾基层棒球的付出。居中促成北市府与基金会合作的中广前董事长赵少康也强调，谢国成先生当年对少棒运动的积极推动，才开启后续台湾棒球的辉煌历史。我们知道棒球等于是我们的国球了哈。今天棒球之所以有这样的地位，有这样的成就，其实真的要感谢这个谢国成先生当时提倡少棒的运动，因为有少棒，才有青少棒，
才有这个成棒。体育局方面表示，青年公园棒球场在2024年完成人工草皮铺设后，成为国内第一座人工草皮少棒场，提供更安全的竞赛环境。这一次与谢国城棒球文教基金会合作，投入1500万元全面升级球场设施，更大幅提升场馆功能与观赛品质，期盼未来能培育更多的台湾棒球英雄。持续为我们台湾基层少棒来加油打气，选手们加油！记者张启腾台北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在高雄三民区营业多年的小笼包店面，以新鲜的食材、手工用心，得到真侪人客喜意。加上酥酥脆脆锅贴，嘛是店内招牌。时常也未到中昼，物件就已经卖甲空。玻璃橱窗前饕客围成一排，都在等着买刚出炉的锅贴煎饺。开在阳明市场附近的小笼汤包店，是许多学生与上班族都爱的早餐。小笼汤包皮薄多汁，是店里的招牌品项。但金黄色泽的锅贴煎饺也大受欢迎，时常不到中午时间，所有的食物就已经销售一空。我们店最主要，我刚开始做的时候是小笼汤包，小笼汤包是我们的招牌。对啊，后来就是再有研发一些锅贴啊、煎饺啊、天包，讲究当然讲究啊，因为你每个食材就是我强调东西一定要新鲜，新鲜就是每天我破的馅料就是温体猪，温体猪一定用好的部位来做，啊你东西不新鲜的话，你呈现的东西一定它品质一定会有差，所以我秉持了我的东西是新鲜，人家问好不好吃，我说不知道，我就是保证所有东西是新鲜而已，像我们每天。那个高丽菜啊，也就是最新鲜的高丽菜，每天做馅料的啊。掀开木盖，一阵热气窜起，夹带着淡淡的面香与肉香。铁板上的锅贴滋滋作响，只见老板手脚快速地将一排排搀起，轻轻的一翻，整排锅贴落在铁板上，金黄色的底部在灯光下微微发亮，边缘还带着薄薄一层的冰花。我们已经开业从2000年到现在2026年，大概25年了，都是自己手工自己做的啊。从小笼汤包、锅贴、煎饺，那个都是手工自己包的，包括我们一些饮料啊、豆浆都是我们自己做的。就喜欢吃东西啊，做东西啊，做那个一些美食的东西啊，还有就接触到当兵的时候在军队里面接触到那个厨房，啊退伍之后想说自己也有兴趣。就去学个手艺来做早餐这样啊，就慢慢自己东西都是自己研发，慢慢增加上来的。开业25年左右的小店，老板将心力专注在汤包与锅贴煎饺上，以新鲜食材手工制作的方式，长久的守着多年来累积下的好口碑。记者洪俊杰、李品荣高雄报道。高雄市政府在市政会议当中通过对家务算甲店付款案，将送到议会审议。其中敬老卡的点数对今年7月开始将大幅度增加，为每个月600点，相当的大心，要让高雄的长辈在生活交通更较利便。高雄市政府宣布，今年7月起，高雄敬老卡由每年1200点调为每月600点，等于增加5倍。民众表示，敬老卡点数大幅增加，可让高雄长者在生活交通上更便利，也可以提升敬老卡使用意愿。因为他替我们这个老人家想得很周到。很好，它可以使用的范围比较贴切他们的日常所需，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可以提升他们的使用意愿。很好啊。怎么说？就给增加就好啊。高雄市社会局表示，为提升长者福利，市府宣布，从今年7月起，高雄市敬老卡将由原本每年1200点额度大幅提高为每月600点，提高后每年为7200点数。
高雄市的敬老卡哈，因为我想长辈也很期待说我们敬老卡能够做一些调整哈。那我们市府很大力的支持，我们也去争取了相关的一个追加预算哈。那目前就是要送议会去做一个审议。那如果通过的话哈，预计在今年的7月开始，我们的敬老卡会有做一些调整。那目前我们敬老卡是1年是1200点的一个社福点数。那7月开始我们会改成每月有600点，也就是说1年会有7200点的这样的一个社福点数。那另外在用途的部分的话，我们有新增在我们公营的市立医院哈，我们的门诊挂号费我们是可以一次扣抵50块。那另外就是目前特约计程车我们是一趟是扣50点，那未来我们在7月也会把它调整为85点。敬老卡除了点数增加外，使用范围也同步扩大，未来可使用于公营私立医院及卫生所门诊挂号费。特约计程车每趟可扣点数也提高至85点，期盼在交通与医疗等日常需求上提供长者更完整的服务。记者李正道高雄报道。今年基隆市区各将增加一个会当看到基隆港风景的新景点，也就是东华邮轮广场工程。市府都发出表示，目前这个赶工之下，工程已经进入尾声，期待在今年顶半年得当完成。画面上就是基隆港东岸邮轮广场的串接工程，目前已经陆续完成跨路段钢构平台搭建、雨遮玻璃跟桥梁防护栏杆等工项。未来民众可以透过这个立体平台，从不同角度看邮轮，眺望基隆港景。市府都发处特别说明目前最新的施工进度。那我们最近也有从2楼的这个平台视角，有拍了一些这个目前完成的部分给大家看，我想大家非常的期待哈。那我想这个工程之所以会这么久的原因，我也利用这个情况跟大家说明哦。那最主要就是2个大部分，第一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是用基桩，它的结构体也非常的强嘛哈，所以但是它必须在我们的填寮河哦，下面是填寮河，所以在初期的时候，我们为了避免相关的这个工程施工的这些掉落的废弃物去影响到这个填寮河，所以是采取比较细致化的，等于是用敲碎的部分，不是用大的工程直接把它敲下，然后到这个填寮河，所以这个部分有一些工程的细致的技术在处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大家也可以看到，其实目前的一些钢构，它的造型其实是蛮优美的，它是都有一些曲线的。那变成说在技术上，它必须用3D， 然后营造厂跟设计单位，那必须去确认这些钢构在工厂施作的时候，确认这些曲面的细节，所以在这个部分，那当然也是需要一点时间。那第三个，大家也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是我们的交通要道啦，所以在工程卡楼的展开上没有办法全面的展开，我们也要兼顾这个交通的一个情况下。那不过很高兴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目前逐渐在进入尾声的阶段，所以近期也不好意思，我们把这个从这个火车站过来到基港大楼市府这边的临时的这些便道，我们暂时先把它封闭。那最主要就是我们开始回到这个1楼的相关周边的这些铺面的工程，我们已经在做施作了齁。所以我们目前也要求这个营造厂要全面加速的赶工。那当然最近的天候的关系，那一旦是天候比较可以的情况下，我们也有请这个工地加派人力。那我们希望能在2月左右能就是把这个部分能报竣。那接下来还有这个验收，那希望在今年上半年能把这个工程来做一个完成。原来的设计这个平台的广场它其实是有要连接到这个东岸广场的。那这个部分大家也知道，因为东岸广场目前正在诉讼当中，所以法院的这个部分我们还没有办法去施作，可是我们已经先把这个结构体先施作好了，会先把它暂存。那等到我们的这个东岸商场的这个诉讼结束以后，法院同意我们去施作的时候，我们会再把那个部分衔接上去。所以未来长期等这个诉讼结束，整个还是可以跟东岸商场串联起来。这项工程已经把海洋广场、东岸邮轮广场以及市民广场串接起来，将让邮轮旅客、市民朋友跟外地游客又多了一处安全的行人徒步空间与欣赏基隆港景的好去处，相当令人期待。记者黄志轩、陈淑平基隆报道。感谢收看3月19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郭文杰，咱再会。
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